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台南市长黄伟哲自就任以来，就积极推动路边专案再升级。今年总共投入40多亿，店铺完成的道路有50条，其中40条是一般的道路，10条是路边专案。尤其针对咱市路面的人孔盖真多，加上广线的挖掘佮真平原，花忝无平是民众上大的抱怨。因此，路边专案的目标，就是将台南市重要道路的平坦度提升到比高速公路更好。我刚刚特别问了朱局长，我们台南市有多少个人孔盖？总共有40万个人孔盖。那我们现在大概这个有时候也会被网友在 PO 说，短100公尺里面几个人孔盖，几个人孔盖。这部分有些人孔盖过于密集的部分，我们都要重新来这个检讨。该减少的有些不必要的人孔盖，该检讨的我们把它检讨掉。那可以的话就把它封掉，把它铺掉，把它取消掉。那必要的话才留下来。那如果留下来人孔盖的话，就要比照刚刚朱局长所说的那个用一个比较平整，因为毕竟行车安全骑摩托车的人很多开车也还好，骑摩托车滑倒骑摩托车是肉包铁，所以对于骑摩托车的车友的这个摩托车道的人孔盖，我们要特别优先来处理。市府工务局长苏金安表示，其实路边政策包括路边专案、一般道路的维护、甲道路挖掘管理等。其中路边专案就是选择重要的道路、交通量大、甲观光旅游区等，配合广线甲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完工以后，3天内袂用个开挖。预计年底进前，将有6条的路边专案道路会用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市府农业局辅导，结合台南市养鸡协会共同主办的国产鸡肉飨宴，今年以食在地、上安心为主题，邀请会赢区的田妈妈餐厅来讲厨，以本市生产的国产鸡肉为主要的食材。融入在地农产，包括台南16号的稻米、麻豆文旦、西港麻油、甲会赢桑葚等，设计出创意又个具有家常口味的料理。这次推出的10道菜也都是我们本身配合我们台南的农特产，有16号月光米，还有我们那个下营的黑豆、桑葚，还有我们本身那个土鸡。还有那个土鸡蛋，然后融合在一起，做一次不同的跳脱的料理，这样子，也感谢，也欢迎大家一同国历的10月26日在政府农工风雨球场预习开桌，席开100桌，欢迎大家共同来品尝。透过活动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嘛大口司机，一方面捍卫卤肉饭的同时，嘛宣传台南优质的鸡肉。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郑重了，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国人朋友，来推荐优质、最好吃的台南鸡肉。那么我们知道，台南市是这个全国生产鸡肉是养的只数是第4大，但是产值是第3大。那可以知道，可见我们的台南的鸡肉单价都比较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很多好吃的料理都跟鸡肉相关。我们今天也要预告，我们接下来办鸡肉大餐大宴席，总共席开100到120桌，每桌才4000块，可以享受到满桌的佳肴，而且呢还捐出5%，一桌捐200做公益，来给我们的家福中心。所以欢迎大家来做爱心，来做公益，来吃好吃的鸡肉。我们不仅要这个捍卫我们卤肉饭，我们更要捍卫我们的鸡肉饭。这届活动预计10月26号要伫个麻豆区的詹文农港风雨球场来举行，预计是开100到120桌。对今日起开放民众来预订。主办单位养鸡协会嘛将提拨5%的收入，捐予台南家福基金会来做爱心。欢迎民众做伙来食鸡肉做公益。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响应国际查某囡仔日，现在台湾也伫同一天的10月11号开始推动台湾查某囡仔日。对此，社会局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5号下午也甲立新基金会共同举办座谈会，邀请5位查某囡仔人权大使出席，甲市府对谈。市长韦特也特别出席，表示市府对女权的重视。在台湾，有人比我们更平权，也有人在进程上还比我们有一点落差。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还在努力。总之，我们在追求平权的路上，我还是大家需要共同的合作，跨性别的合作，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女孩子要有自己有一个平权的意识。立新基金会的执行长纪惠荣也特别出席这场活动，伊强调联合国定国际查某囡仔日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鼓励全世界会使开始投资查某囡仔，让大家看到因的才能。在这边，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联合国定国际女孩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呼吁每个国家必须要投资女孩，要给女孩公平的机会。这届邀请的5位亚洲查某囡仔人权大使有来自蒙古、叙利亚、尼泊尔甲新德，因的身份拢无同款，但是大家拢希望争取更较侪查某囡仔的权利甲尊重。我刚刚听到其他的，就是亚洲女孩大使讲。就如就是刚刚提到说，或许在台湾我们可能会没有意识到，就是注重的问题可能跟他们不一样。就像是别的国家可能注重在同婚或是在防卫自己的方面，重点是我的方面，我想证明说我们在数理方面也是可以有很大的成就。就像是我在高2的时候，因为有清大科学班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先去修习大2的高等微积分，然后并且去修习我很多喜欢的课。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有想修习的科目，你不用觉得说自己会修得比男生差，我们可以试着尝试，然后也可以在科技的领域达到很大一番成就。未来市府社会局也会积极举办相关的活动，希望带动民众改变对查某囡仔的看法，打破对因的限制，让台南成为更加优质的城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提供大台南国际学校的校长伫各方面专业的协助，教育局甲台南市中式学校长协会、中等学校校长协会合作，成立校长的支持团队，接着退休甲现任校长的专业甲经验来协助，希望透过师傅甲道地方式，让新任校长会当真紧上轨道。其实校长的一个临场应变能力也好，或者是他平常的一个统筹跟规划能力、整合能力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校长专业支持系统呢，其实就是将我们所有的校长，据他原本的专长，把他任务编组跟分工，比如说一样。依照学校的一个专长任务需求，分成教训总辅跟法规的部分。那学校里面如果发生特殊的案件，或者是平常学校校长在校务经营的过程当中，有需要说针对哪个部分需要再做一个探讨，或者是说再做一个精进的时候，我们其实校长就会针对像这样的一个他的需求性的部分，我们就会组一个小组进到学校里面去。除了各种专业的知识甲行政上的协助，校长支持团队上界重要一个任务，在发生校园安全的时，会当马上协助，让校园尽速恢复正常。我们会发现，其实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对于校长来讲，他要马上下很多的决定，立刻执行各项的事务。不免会挂一漏，挂万漏，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啊。我们也担心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么有3、4位校长，我们到现场去之后，我们会立刻进行一些相关的建议跟盘点目前的一些情形。那后来我们在后续的那个整个持续的处理当中，我们也每一天会有不同的然后每一天会有比较专业的校长到现场去协助，然后去了解当天他们处理事情的进度到哪里，然后我们也同时会盘点当天已经之前处理的事情和再来未来要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向哈。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只有系统化的支持团队会当协助学校评估、诊断并且解决办学问题，提高台南学校的各项能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政府积极推动国家嘅生物科技，除伫南港新店以外，现在工业技术研究院嘛将研发的中心延伸到南台湾，希望带动生医的成就甲转型。结合伫市长黄伟哲甲南科管理局的见证，工院甲成大正式签署合作，两大台湾重量级的单位结合，成为媒体主要焦点。象征双方结合，产学研一，跨域能量。市长与副局长的见证下，签约仪式圆满成功。不管是工研院长，还是成大校长，拢强调，伫签订合约以后，将以细胞治疗甲精准医疗两大重点来发展，跨领域栽培生物科技的人才，开创南台湾生技产业新的局面。成功大学这一次跟工研院的合作里面，就细胞治疗跟整个未来的所谓智慧医学的大运算做分工。那各位知道，我们从基础连接到这个临床所有的量能跟证据，而工研院则会聚焦在产业的扩大跟升级，借重它在全球的所有这些实物上的图谱，使得无论是在细胞的制造，或者是整个大运算的这个精准智慧医学部分，能够跟我们产生互补跟共融的效益。那我们在将来打造将来一个下世代的生医园区呢，一定要跨领域。那跨领域，我想，成功大学在台湾南部是数一数二的一个，绝对是一个领导者。那我们工研院呢，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领导者，由这样子的学术单位跟我们法人的研究单位，大家一起来合作。替台湾的生医产业打出一点新的天地。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为两单位合作见证，强调在地政府绝对是支持到袂当支持。我觉得生技一向是台湾未来前景看好的一个产业。那但是坦白讲，生技的风险也高，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药品出了状况，可能就导致一家公司的关门。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如何在实际上，尤其在实验室里面，在学术圈里面，他们的一个研发成果能够为产业界实际上的利用，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觉得能够让直接让学术界跟这个我们南台湾首屈一指的好，或是台湾首屈一指的这个成大，能够跟工研院等单位
能够合组这个联盟，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地方政府是绝对是支持到不能支持，全力的协助。未来伫港院的前瞻技术结合现代丰富的研发资源，相信未来升级的前景有无限的可能。咱的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根据基美下中心药师刘英玲表示，日前一位70岁阿伯，因为到真济间病院看医生，结果手内咧食的慢性病药啊，竟然高达17种，后日后造成头晕无力、上急诊。所以药师借出提醒老大人的用药一定要整合，除了中和产生身体负担，也增加不良的反应。对老年人，希望的是越吃越少药，越精准是越好的。那我们也跟这个急诊部进行这个合作，做了这个高龄急诊用药的整合。那我们收录的族群是急诊到住院端的高龄病人，云端有这个使用10种药品以上跟不适当用药的，我们进行用药评估整合，把这个留言给医师跟这个住院端的医师，那持续追踪这个病人到出院。那我们也成功的将病人从12.5项减至到剩下7项，也减少了70%开立不适当用药。针对老大人的用药，基美药剂部甲基金部合作，对2018年6月到今年8月，运用云端的资讯科技，找出741位老人严重的中和用药。经过主动评估，药品对平均12.5种，降低到7种的突破价成果。当然，回归用药安全，药师嘛提出6大建议。第一点，找固定的医疗院所、固定的医师追踪治疗。第二点，了解自身的疾病与用药。第三点，主动告知医师您目前的用药情形。第四点，记录药物的是否发生副作用。第五点，确认药袋上的这个使用的方式跟时间，按时的服药。第6点，调整药物应该跟医师讨论，不应该自行增减跟停药。那我们提醒民众应该养成咨询医师以及药师的相关用药的咨询的习惯。因应高龄甚至2020年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中和用药情形嘛，值得做人事事爱特别关心甲注意。台湾新闻何乔邦采访报道。安南病院中医部医师庄小梅表示，其实尿失禁毋是老年人的专利，请看的尿失禁会当分做急迫性、应力性，甲2种的混合型。妇女听看的急迫性尿失禁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泌尿肌过度活动，造成膀胱过动，或者是膀胱发炎，引起容量变小等。应力性，这是时常发生伫个生产过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族群。症状初期会当透过行为治疗甲药物治疗，不过徛伫个中医的立场，就是要辨证下药。妇女尿失禁呢，在中医方面的治疗呢，我们简单可以分成4种症型吼。第一种症型呢，就是属于肾阳不足的类型。肾阳不足的类型呢，临床上面它可能小便会有这个清澈如水啦，吼，小便会有打冷战的一个尿失禁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选择使用的药物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暖肾丸或者是右归饮来做一个加减。那第二种类型呢，是我们脾肺气虚型。脾肺气虚型呢，比较典型呢是它同时会有子宫或者是膀胱脱垂的一个现象。那打个喷嚏或是弯个腰呢，就会有一个漏尿的一个情形哦。那临床上面我们会选择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做一个加减。那第3种类型呢是肝郁化火型，它是属于我们能量分布不均匀的一个部分。那临床上面的一个症状表现呢，包含像是压力太大的时候，它尿失禁的症状会变得比较严重，在憋尿的时候膀胱会有胀痛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在临床上面，我们中药呢可以使用这个小柴胡汤呢来做一个加减。那最后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阴虚阳亢型。那阴虚阳亢型是因为它的膀胱容量不足的关系，所以虽然它尿失禁，可是它小便流出来的量呢是比较不多的，甚至可能会有出血疼痛的一个伴随症状。那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使用6味地黄丸来做一个加减。除了无同的症型，有无同的处方。另外，民众伫个厝内嘛用个搭配穴位的按摩做保健，选择竹山里、山阴胶等提升泌尿系统的能量。如果是压力紧张的症状，会用个伫太冲穴来按摩。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